活學威龍2009。達叔，你又刷咩啊？哎喲喲喲喲，睇唔到都聞到騷味啦！我刷羊肉誒。What？刷完啲肉會滑啲嘅咩？你真係膚淺啊！我搵緊線索啊，睇睇個短信，我線人話查到勁料啊，聽日一齊刷羊肉，自然真相大白啊！譬如我自己唔識刷咩？咁你刷到未先？未喎。咁不如搵張 Sir 幫手刷咧。達叔，你講嗰個其實係三點水加牙刷個刷字啊！呢個字其實係讀山，山羊肉咧係一種同打邊爐差唔多嘅食法嚟噶，好明顯你係有變讀變啊！嗱，再講啦，嚟落雨個雨字下邊加個包，其實係讀薄，所以係讀冰薄而唔係讀冰包啊！個天又點會無端攞啲包來至得噶？哎喲喲喲，又衰咗啦！考下你嘅三點水加個皮字點讀？我識係踢波波字，錯，係讀水皮啊！即係話你啊！活學威龍2009，由令你學得優良、活得漂亮嘅活學教育，幫你自破中文謎團。教育局註冊編號555665。